你了都两边没有了走，你有变做是才给菜一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一下心情太上升了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在前面动一大天气。一老外没外，一老外。哎，你的都两边没有了走，你有变做是才一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一下心情太上升了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在前面动一大天气。业界硬的吼，愛比咧，忙得死啦！我飛本的得條錢，數據我全部要留下來。哦，老多老錢全部捐出去，就辦唔到我嘅關係咧。唔係按你想嘅吧，叫做太唔錯嘅啦。我留到10年都會搞加拿大呢。我記得喺梁上，你坐空調上。嚟看一錢啊，唔係喺哪兒的？我本人講，我無從上嘅叫啊，臭夾夾嘅，想死唔保養啊！不過，實務一下個人到警察學校畢業咗啦。我繼續保佑個人，唔但唱身體要靠天，行我為亞洲地方做親好、親大嘅貢獻。阿叔，阿叔。奶奶，你做乜做嘛？阿叔，有啲唔該。冇樣事情啊！那個送電海里的事情，唔用做得出來喏。記得我後生嘅時間。就像也下按太陽嘅，一擺捱到台北嘅公司，目點點嘅看到集做工嘅人，到高樓等個跌下來，留下一隻婚姻假，留一隻張供出來學牙，也兩字愛，讓我有辦法對付，也睇頭家搶咗歷史，就算佢也就叫到冇目者嘅。幾條條架，一唔會聽佢，一唔會陪佢，哪個人都聽你，哪個人都傻逼共義，也唔咩人一般人做得了解。廿多年來，我為地方做青島事情，也花青島錢，萬人有很留下來為人哋小地方做事情。也很轉來故鄉做警察嘅，人家就做到鄉下來打拼，
阿叔嘅经验、老人脉，再个加上，一清楚就开出一片天了。你要相信阿叔，我唔係本難做嘅。帮忙check。那个谁可以进去帮忙？欢迎。1、2、3。喂。이모님 미도 동호요. 앉으세요. 나叫당연 경합. 恭喜你哦。
可以啊。我从小就同意碰點啊？你點啊？我看你。没事情啊。你喺邊度去弄啥存錢？年年做的一模人熟悉的地方，重新開始。你講乜嘢啊？跟住同我問下先會講係。咁啲用講係咪喺度？你每一次都同意服務，相信唔對我有感情。唉，新郎一日為咯，今年老年出軌啊！也係做唔到咁講。年年做到一模人熟悉的地方啊，就將一些事給發。就這樣，我是換了你名字，好嗎？你中唔中意聽歌？我中意。咦，蝴蝶館，小會啊，太感人。其實你真係聽。雖然叫我就真係會叫你，反正地方唔係幾咁大氣，人哋可以揀你啊！係啊。你真係叫我，係中意。阿弟，阿弟。嘿，阿比，有人沒來了，給誰淘汰了？你又來了！哎呀！要上冇？而家要再學你哋。哦，我怎是嘅？請人滾水做的冇 ？OK 啦。錯啦，我來請愛。收辦係乜嘢問題？唔係問題啊。就係兩三日傾下冇啊？哦。我要買餅，為什麼？阿威，你開始同我講，我呢做定下一做唔得。係這啊，有中意嘅你。我想
阿滿兒錯冇？小弟誒，人次同樣兩洗定對，那叫考試啊？眼咩唔啲，有啥快事冇？但係眼上，佢應該咩有喜歡眼。跟住加油啊！阿滿兒喺當好聲妹，要鬧要獨立。上有兩啥，強客一定當幸福嘅。有咩好？有推就泰國，以後要買閃書，心情唔好，朝早就前面。係呢件咧，我嚟啦，眼。阿威。做的，先教。喺公司最心情做得較歡喜嘅，happy 哩。用啲係啲料皮。阿母，你打電話本來啊，佢當少年，家仔要講你心情唔好，那就來啦。知道你講乜嘅？冇啊，好像講得出來。還記得嗎？你細細時節，鄉下來了啲教，該做乜嘅就做乜嘅，愛依賴就依賴。眼老到，見到一邊就做得。唔記得我細細時曉啊，學校先生接打電話本所長，喊佢做阿姐做嚟讀書。哎，小所長咩當飯呢？佢係嘛就去抓魚啊、游泳啊。啊，小你行講，你睇了要做警察。去做翻譯，記得冇？你下咪就變咧？冇變啊！你捱啊，還有阿滿兒都冇變啊，唔會變嘅。馬上就變，馬上就變了呀！滾！我看你用聲啊，馬上就冇變，像安泰誒。泰誒本來只會經過好多事情啊。所以我接送來。你啲阿 V，很多年的感情，就因為幾年來就變，我就愛用變態。乖，阿滿兒
就同你係自家太過一樣。感情嘅事情總得勉強。聽講而家係愛佢，就祝福佢啊！我係冇接受阿勇嘅結果。你想，你祝福過3日就會記得你，你乜中意佢啊？我腦洞講唔出來。干了啦，要不就死落去，嘛嘅唔好嘅，就當佢唔記得，就像橋牌一樣，好冇？冇講，我繼續變。阿妹，阿妹，嘿，阿妹，我去哪啊？冇啦。你啥做了做安喏？我做乜嘅啊？走啊！我去蝴蝶館冇，挨做你轉唔去啊？唔是啦，唔是麻煩。真嘅唔是。OK，我去轉嚟啊。冇叫我。等下，阿妹，走的走下去另外一個地方冇？當然走的啊，上海吃飯之後。好啊，等下哦。等你啊。你跟我做一條皮嘞，你講嘞。這個有看冇人講。錯，你剛才影表呢，怎麼轉來了？咩係啦？不過有一部分的原因係知道要到人家等一下。你還意思喺台北人家電影啊？講翻清楚啦，喺台北人。你變啦，變到冇等你了誒。你幹嘛呀？很可能，你講嘞。然後最後按講，你講做你老幾家終於給你數件數，強下看呢，應該要講下講。好吧。做埋咯，又唔係啊，按錢債給你咯。佢就說那樣。做唔得啊！你講肯定你做冇機會做。我決定啊啦，
我决定吼，要招较侪庄仔底的人，加强这孙卫队的工课。下摆3点钟一班，我相信吼，这賊仔吼一定真紧就会使让咱抓到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最好，这样子有大家帮忙，这样会快一点。所长，咱这賊仔嘛抓到吼，咱法律来安怎甲判？窃盗罪是公诉罪啦，抓到判刑就关起来。哦，会关就对啦。这大要紧甲关起来。这賊仔有够无天良的，规个庄仔底会害甲忝忝忝。安尼哦。来，将军抽鸡。阿神啊，来啦！李总吧，啊，来坐一下啦。李总吧。哇，还是做那些罐头哦。系啊。不卡冇东西诶。哎呀，最近敢无咧用叫搬去？妈。敢无咧人，敢若人叫恁去搬鱼安尼啊？较细啊，较细哦。我看你咧搬布鞋，足好耍诶。我会记吼，你大概咧搬迄个一个大头啊，头壳大大安尼，讲话足笑开。你定定咧讲一句迄个啥？什么万事总有天。人生在世间，万事总有天。人生在世间，万事总有天。田总有田，迄有够趣味的啦！我感觉吼，咱人生就若像这布袋戏样款。有当时啊有一寡困难，有当时啊你嘛无一寡较乐观、较超然的想法的时阵咱人生嘛足歹过。但是你这布袋戏真正演了有够趣味的。阿三啊，我来讲咱这即马最近咱这庄仔底迄孙卫队啊，会有欠人看你会使加入。阿基嘛参加，阿如嘛参加。即马咱规定查甫人安尼伫庄仔底安尼扫来扫去，田边安尼行来行去安尼，做伙来佚佗。有当时中昼的时阵，咱搁会伫田边了做野餐，大家伫遐耍，唱歌念山歌，足好耍的啊！做伙来啦！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安尼有你的份啊即马我打算下摆咱大家人下暗的时阵安尼了，还佫会使过来三啉酒。做对啊，做对做对事情。我神转移诶，我考虑神转移。好啊。有喊过来了啦。喂，少年嘞！喂，少年嘞！你什么人啊？我阿三啊！阿三啊！阿三啊！是啊，阿三啊！你阿晚那也唔转去？这嘛，较早转去休困嘞。我收你物件啊，要来转啊啦。阿三，你唔是要家己阮孙小队？对啊。是啊。明仔载找时间较早来报道嘞。较早要转去休困的较细气的呢。你这边，我来介绍下去。阿爸，等我来食饭咯。
你在讲哪一国的话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哎呀，我讲的是你的火肉味啊！好，跟你讲，你看我现在会讲国语啊，然后又讲客语，然后又讲阿美斯语，所以我要学你的火肉味。跟你说，以后学会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厉害嘞。你还在恭维哦，好像那个毛蟹哦在冒泡泡一样。还有什么啦？有听都没有懂啊！你教我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学那个火肉味啊？因为这是我阿爸的话，嘛是我故乡的话 ，you know 。啊，做对。你以后要教我。好啊。好啊。我有闲再慢慢给你教啦。哦，那先等啊。你做咩？你睇你面啊！你做什麼？我啦，我險見那三副公矮啦。哦，安尼咧。我係冇事情咧，他做咗呢些困咧。哦，較早等下要困咧，暗時啊食嘛，冇個出來外口。哦。結厝結可憐啊！那結厝講幾人玩呢？啊！你對邊你看咧？我感覺怪怪的，你剛剛去巡有無？嘿，對哦，我哪想到暗時啊，遐暗啊，啊，佢佇迄落咧，伊站邊啊咧，佇遐咧，在咧唱啥？我看，安尼應該是，你對邊哎。是嘛，足可憐，你知哦。件囝啲嘛可能無用，即嘛攏無頭路啊。即嘛逐工嘛走來在看報紙，看有找頭路。啊，嘛是安尼失天失神啊！我想最近咧想講看會產啊，會關門啦，但是嘛攏無講。照你呢邊安尼講哦，出來嘛是在艱苦，看有。在堂口做暗，叫暗時啊嘛呢，出來頭前，要叫警察抓着吼，就唔是安尼。嗌起來報案嘅。阿生呢？啊？佢準備要過去，到水門口跟搶嗌跳嘅啦。哦，唔使驚，來，坐下來啊！來坐定，坐啦。坐定，你查啊！其實正經來講，我做咗本唔做到嘅，其他都係原諒啊。我做唔錯啦，佢專門開關，搶嗌跳嘅，攞嚟捉起來。好，你就來就好了啊！去查啊！開了太假，唔是嘅，聽你嚟講，你做得一家人認罪就好係咩？給你下，係呢，帶佢去做筆錄哈。等我管你幾耐啲啊！好，冇事啦。你攞嚟捉起來。好，冇事啦，來，去查啊！你就來咩？阿三。用個硬昂，睇下都電用一個條都好咧啊！總嘛嘅後腦嚟應吹咯。
饮水，我真连起错物些，非常唔好水。你这个唔错拄好嘞啦，但迄年迄罐阿嫂我用办。对啊，你看你安尼出来自首，其实即款代志大家讲悄悄的就好啊。你安尼是好可的。你讲小学第七家把做唔错，用硬老毛嘅人，本去前途书，也冇乜嘅用，不卡閒係要就費用嘅。268，汉字谁？我係好最好係拜託你，佢你來做。进来。苏总，啊，你家己攞去哪咯？迄份扣个。系啊。珊啊！珊啊！赶紧啊，这样一切我拢会帮你照顾啦。你较保重的哦。大总，听一下，开会。转得晕晕的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哎，喂，来，换做28，人生才是剑。万事总有天，百般都係命啊！上帝也望月，哦，大家好，今本日做嘅鋪台戲，做嘅係阿神呢，因為做了千道對不起大家嘅事情來，大家。我唱嘅阿神嘅腔樣，感謝大家，感謝大家哈！打阿神呢，等我去關呢吼，介紹很清晰，目前好讀書，希望夾白電山呢嚟去聽書哈。係啦係啦，大家哈有錢呢就跟得我錢啦哈！係呀係呀，來。啊，對啦，你看，心意啦吼，一點心意啦吼。聽出啦，好，謝謝。努力啊，努力才有進步哦。好，謝謝。啊，一點小意思啦吼。謝謝弟弟，謝謝。
好，弟弟，谢谢。我要叫成绩了哦，中央个生意呢哈，弘扬进步，哦，大体一样，你这房子不大。谢。动排泄，干车太港。还个后户总理。天哪，数量啊！过错。大家你看啊。冇想看到啦哈。拜拜，我会保重哦。再见喽，阿三再见。苏总，哎，你为做咩忙？迄讲去顺序推演又扫落去，你目测才带到人了比落，按你干毛酸迄副店领班的。唔做唔得应用事务边嘅规矩，你标准无共样嘅人啊？你唔迄标准无标准嘅问题嘛？这规矩做规矩啊，怎好讲有犯法呢？有犯法就应该输得执法啦。伊用心太教，无应该用你其他强总人，就安尼变技术。怎好讲其老太家回到暗藏，损失重大呢？阿伟啊，唔知我用暗号掠到的爸爸错错无？苏总，唔困难，阿伟啊，有一些个细细嘅虫诶。用啲叫叫咩好嘅啊？你讲根本嘅看到几了条啊？不管佢係好嘅還係壞嘅，只會哪一位老幾條跳槍槍啊？聽係老人講，按用來啊，彈槍波啊，本幾條壞嘅啊，按運命嘅啊，冇人去自己聽聽啊。法律啦，唔係時時嘅事，當係規則條文。啲人心總會有感情嘅。你講阿三呢，應該受到懲罰係冇？喺自家都地，佢做了嘛家，有冇講出來？以為你見笑了排泄。嗰種無安無樂，對佢嚟講，佢會最大嘅懲罰了，別落性命啦，為咗人都知啦。佢說他是家長會本佢欺騙，阿妹。我23年前去就有警察，該警察起碼該做嘅呢，就按做良心。安尼啊？
听讲对未来啊，有买规划嘛？用不用问？没有啦，突然想到以前警校流传的一个故事啊，你记不记得？有2个学长啊，一个姓温，另外一个好像姓庄，听说2个都很优秀，还同时喜欢上一个学姐。就奇怪的是，那个姓庄的学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后来连警校也没念的，然后赔了一堆钱，跑到国外去旅行，到处跑，听说过来蛮自由自在。反倒是那个温学长，就这样一个人啊，留在警校里面，然后苦干实干，从1线3啊干到2线2，后来跟学姐结婚，没什么不好啊，我只是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点闷，我以后一定不想像大家。啊，用的哦。中规中矩的人，内心往往存在更浓烈的感情。不是你这种嬉皮笑脸的人会懂，不对吗？